Hello，多謝大家陪阿健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係去有天空之城稱號嘅荃灣啊，發掘隱世單車黑膠碟咖啡，食下路德圍附近嘅港式糖水，仲會行下展覽添啊！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阿健啊！荃灣嘅特色之處係佢擁有一個全香港最長嘅有蓋行人天橋網絡，無縫咁連接咗區內20幾個商場同埋荃灣市中心各個地方啊，令到啲居民呢就唔使經過地面都可以到達目的地，仲可以接駁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添，所以就有天空之城等等嘅稱號啦。呢間就係喺環貿廣場嘅，佢係集單車同埋黑膠碟於一身嘅咖啡店，入邊呢就擺放咗同單車手黃金寶先生相關嘅物品，仲有大量嘅黑膠碟同埋唱機添啊！當日鋪頭入邊仲播住輕快嘅音樂。呢個 Fat White 42蚊，上面嘅蝸牛拉花好得意啊！我飲過咁多次咖啡，都係第一次見呢款拉花嘅啫，好特別啊！Lemon Cream Brulee 48蚊，佢係用挖空咗嘅鮮檸檬做器皿嘅，中間有法式燉蛋軟滑，仲加入咗雲呢拿籽添，同埋有淡淡嘅檸檬酸香。表層呢就有薄薄嘅焦糖脆皮。呢度嘅前身呢係50年代香港生產量最高嘅紡織廠嚟嘅，不過因為紡織業日漸式微啊，廠房亦都停運咗。2014年活化改建成零售商店、工作室。紡織文化藝術中心同埋休憩空間等等，佢哋仲會不定期咁樣舉辦唔同類型嘅展覽添啊！在黑暗里等我，重力波传来的歌谣，穿过幸运的隧道，你心跳的频率我听得到，宇宙让我找到你，像彗星划破天际。因為呢度係寵物友善嘅，所以有唔少人帶佢哋嘅寵物嚟添啊！流星雨写下密码，黑洞也无法吞下这份思念的重量，正穿越無限大。我無意中嚟到福來村附近，發現有唔少壁畫啊！是你瞳孔的形狀，我終於解
開這個謎題答案。宇宙讓我找到你，像彗星劃破天際，1萬分之一的奇蹟，我們在星海相遇，時空折疊成印記，靈魂共振的頻率。宇宙讓我找到你，在維度之外甦醒，用光速穿越孤獨，我們在星海相遇，愛是永恆的軌跡，寫進星辰的實質。我喺華富街祖樂比附近發現荃灣區圖案嘅彩色坑渠蓋啊！有興趣嘅話可以嚟影下相㗎。呢度係被譽為荃灣食街，街道兩邊呢就有好多食肆。附近亦都有唔少壁畫可以影下相。宇宙讓我找到你，銀河系見證約定，當潮汐星斗沉寂，我們在星海相遇，量子泡沫的夢境，終點凝結成永恆。芋香馬來渣渣25蚊，入邊除咗芋頭，仲有大量雜豆添，例如係紅腰豆、鷹嘴豆、眉豆、椰汁、西米等等，既飽肚又養生啊！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臨走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Idea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大家中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呢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噶啦，拜拜，多謝晒。